政府宣布，各延长3期警戒到6月14号，对商业经济有真大冲击。毛济企业甲劳工拢带咧等。对此，市长26号以去年疫情期间所推行的成果，宣布成立纾困专案办公室，会以专线甲线顶的服务来辅导个别有需要的企业共度难关，嘛有机会协助企业转型。特别为了这个次的纾困，成立了纾困专案办公室。那不仅有专线来从事这个纾困的服务，而且有这个相关的措施，我们还会主动出击。那去年的纾困措施，台南市办理的相当好。我们今年虽然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毕竟遇到了3级防疫警戒了所以我们已经启动了纾困专案办公室，来为不管是劳工还是工商企业界的一个服务。鉴于这次我们在 COVID-19 这个疫情变重的部分，其实许多的企业依然受到了相当的冲击。那所以呢，市府也特别提出了相关的一些纾困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纾困振兴贷款的部分呢，不管让你保薪资或者是让你还旧贷，那么甚至在我们的营运资金上，最多可以到1.5亿元。那么另外，市长也特别指示，我们特别针对纾困的部分来采取个案的辅导，所以我们很快的也成立了所谓的纾困专案的办公室。那我们这边将公布我们的电话是0629542293。会中经济发展局长再次呼吁有需要纾困的企业，卡0629542293的专线，嘛进一步预告以后也可以请市长直播拍卖来协助台南有需要容器面甲优质物产来促销，拼经济嘛做爱心。同时，会中劳工局长嘛提出安心及时上工、安心就业计划、充电再出发的训练，以及失业给付等劳工的纾困。好需要劳工朋友来报元气。台南新闻，郭文吉、张硕维采访报道。可以说是，